2026年美股嘅全年高位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心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嘅。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通勝2026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拎到咧，可以 join Patreon。今日係2026年嘅4月11號。相信大家都經歷過咧，即係過山車嘅一個星期啦。今個星期就由星期初嘅開盤跌400點啦，到第二日咧係大升800點嘅。今年玩美股咧，真係相當於玩過山車。講翻正題啦，如果你有睇翻條文咧，我都有講到話4月啱啱呢個星期嘅4月6號至10號咧，可能會有一波嘅反彈。原因係見到 Mark Zuckerberg 啦、BTC 嘅 Michael Saylor 咧，或者係 Netflix、Google 等嘅人咧，其實行翻財運嘅。因為4月係壬辰嘅水月啦，不過留意，因為4月下半月嘅水咧會收斂翻嘅，升勢可能咧係強勢不再。但係即係再推演咧係今年之後嘅運程咧，我突然之間覺得咧4月去到5月咧已經係今年嘅全年嘅最頂點啦。大家都知道啦，2026年嘅丙午年咧，我認為係熊市嘅一年啦，因為係不利好多巨頭嘅。但係4月同5月咧係點解會有升市嘅現象咧？係因為啱啱呢2個月咧都有壬水同埋癸水出乾，反而咧係有利一班巨頭嘅，因為係佢哋嘅財嚟噶嘛。所以咧我推演啦，4月同5月嘅美股大市咧已經係今年嘅全年嘅最高位啦。大家可能真係要認真考慮咧，即係將啲現金咧就係保管為妥。多謝晒大家。